1994年6月18日，台湾头一个活体肝脏移植伫高雄中间圆满结束。医生表示讲，伫经过进行1天12点钟医师手术后，任务圆满成功，对着病人恢复情形嘛真满意。见证者他的肝脏都是非常的健康，非常的正常，而且所以我们可以维持最好的鲜活度。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因为是自己的父母所以他组织的配对非常的接近。1997年6月18日，咱国头一支反绑架部队成军，有一流高科技的设备，像呼叫器、纳炸器、行动电话监听器，全球卫星定位仪，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接受严格谈判甲跟踪训练，以安全救出人质为第一优先。我想破案绝对不是警方的第一要务，警方的第一要务是救人质，帮助你把人质安全的救回来。